媽咪喺度做咩啊？整定個蘿蔔糕過年啊！材料有蘿蔔1條啦，冬菇、臘腸、粘米粉、薑蓉、冰糖，跟住蘿蔔切條，1碗粘米粉，3碗水，撈勻佢備用。中火落油，爆香啲冬菇同埋臘腸。加1湯羹嘅紹興酒，少少嘅豉油，跟住熄火，撈起備用。跟住再開大火，落油，將啲蘿蔔倒落去，加冰糖，半茶羹嘅鹽。薑蓉、適量嘅胡椒粉，較返中火煮去15分鐘。